熹妃算什么东西？让着皇上还愿意多看2眼她那副妖媚样子，她就来作践我，也不瞧瞧自己是什么东西。然而女人的鸟语刚好被对方听到，原来瓜六得罪甄嬛，被皇上关了小黑屋，昨天刚被皇后捞出来，今天就开始作妖，在众人面前讥讽甄嬛没有节操，还怂恿宫女和太监发生对视的丑闻。不过甄嬛才不会跟没脑子的瓜六一般见识，她只是轻描淡写的表示小母牛按门铃真是牛逼到家了。接着宫女就以藐视领导为由谴责她，而瓜六也不是被吓大的花朵，他当即拿宫女魅惑太监的事大做文章。然而宫女却悠哉的表示和太监不过是谈得来的网友而已。恕奴婢出慎行司的人是皇上，小主儿硬说奴婢是秽乱宫闱，那岂不是暗指皇上包庇了奴婢？显然瓜六的嘴除了乱喷之外毫无用处，愣是被宫女挤兑的哑口无言。同时其他嫔妃也被吓得关闭了评论区。但接下来发生的事却让甄嬛猛然一惊。原来几天后的中秋家宴上，当甄嬛看见昔日的爱人出现时，她情不自禁的差点就露出马脚。好在宫女反应及时，替主子解了围，又马上表示娘娘身体乏累需要休息。可他们没想到果郡王也跟了出来。不要走，放手，放手！王爷与本宫再耽搁下去，还要惊动皇上。由于到处都是监控的原因，甄嬛象征性的回礼后急忙离开了此处。但有人却偏偏发现他们的秘密。原来叶澜依对果郡王情根深重，他认为爱人之所以会变得抑郁，皆因甄嬛是个渣女，辜负了白马王子，因此他对甄嬛有了一丝恨意。于是在对方回宫的路上，叶澜依利用野猫对甄嬛发动了攻击。不过我们的主角却在导演的安排下，不仅叶澜依没有伤害到甄嬛，反而还造成对方早产的幸运。原来甄嬛怀的是果郡王的幼崽。起初他担心时间的偏差会让皇上怀疑，万万没想到突然发生的险情却让自己可以名正言顺的提前早产。可在那个医学不发达的年代，太医对甄嬛骨盆狭窄的问题束手无策，毕竟双胞胎的体积是个大麻烦。就会灭皇上，若有不测，皇上不要顾及多年情分，多的不要犹豫，舍母包子。什么舍母包子？朕说过了，熹妃母子都要平安无恙，否则要太医院一同陪葬。不曾想甄嬛对果郡王的爱超越了生死，随后太医便冒险采用土办法的方式，有惊无险的帮甄嬛顺利生下了龙凤胎。而这个消息无疑让皇上爽歪歪，就连看见讨厌的狗都觉得如此可爱，不但将甄嬛提升到皇贵妃的职级，还赐给她管理后宫的权限。而此刻的苏培盛还不知道，他马上就会体验中彩票的惊喜。本来他恭喜甄嬛有龙凤呈祥之福，怎料甄嬛居然给他一个天大的恩典。他说苏培盛伺候皇上功大于过，所以我和皇上决定给你安个家，朕就把永熙正式赐给你做妻子。此话一出，苏培盛瞬间高兴得合不拢嘴。谁能想到大清建国100余年，有皇上赐婚的太监能有几个？飘了，必须飘一个。1个月后，出了月子的甄嬛决定和静妃聊聊，因为之前就是静妃出卖了自己，才发生景熙和苏培盛双双受罚的事。既然已经知道，何苦又来问我呢？你知道也好，省得我终日悬心，寝食难安。